嗨，咁多位，今日咧教大家咧扭扭計骰咧嘅小技巧。首先咧，等一陣。如果咧你遇到咁嘅情況，即係爭一粒就可以整到一面，即係整到個色整白色先啊嘛，整白色先，然之後整呢啲噶嘛。如果你白色咁嘅情況嘅話，我朋友就直接一嘢掹落嚟，但係其實唔係咁噶。首先咁樣，就整好噶啦。我自己就覺得幾簡單啦，即係咁樣。等一陣，即係咁樣啦，一下、兩下、三下、四下，就即係咁樣啦。即係繼續做可以做快啲嘅，如果你識。就係咁樣咯，又或者咧，如果咧你發現咁樣嘅話，等一陣，你發現咁樣嘅情況咧，即係呢個白色同呢個調轉咗嘅話，今次整又整唔到，實又實唔到，咁點算咧？又唔係咁樣整啊，係今次咧。首先轉呢邊，即係去到呢邊啦。咁樣轉去到呢邊咧，去呢度去返呢邊。然之後呢個白色啦，去呢邊噶嘛，係咪？再咁樣整去後面啊，喺呢邊嘅。然之後啦，今次呢個要過去接佢啦，去揸車接佢啦，行過去呢邊，即係呢邊啦。然之後咧，揾返個白色喺度啊嘛。嗱，一睇都知點做啦，咁樣。然之後再落返嚟，然之後咧，直接就整好噶啦。就係咁啦。仲有啲技巧啦，即係例如你可以咁轉，啦，就即係，然之後再整返，就例如咁咯，係啊。今日嘅教學就完啦，拜拜。